較早前接獲線報，得悉有犯罪集團會進行搶劫。經警方嘅部署，警方於今日上午約9時喺上環地鐵站內採取行動，以串謀行劫罪拘捕3名男子，年齡介乎19至到31歲。調查顯示，案中2名受害人分別為澳門及香港居民，兩人為親戚關係。今日上午，2名受害人攜帶總值約港幣1000萬元嘅外幣，前往上環一帶找換店兌換港幣。兩人於上環希利街一間找換店成功兌換港幣之後，喺上環地鐵站內被2名匪徒持刀行劫。當時在場埋伏嘅警員迅速回應，當場制服2名涉案嘅匪徒。2名受害人並沒有受到任何嘅財物損失。喺案發期間，受害人一度與1名匪徒糾纏，左手輕微受傷。該名受害人現時情況穩定，喺瑪麗醫院接受治療。另一名受害人則並沒有受傷。警方喺現場亦接獲一架與案有關嘅私家車，並拘捕車上1名男司機。3名被捕人士現正被警方扣留調查，案件交由有組織罪案及3合會調查科繼續跟進。警方重申，持械行劫係一宗非常嚴重嘅罪行，警方必定會調配最大資源，全力打擊持械行劫等相關嘅嚴重有組織罪行，務必將所有犯罪分子繩之於法，維持香港治安。我今日簡報到此為止。